搭輕鐵可以用八達通或輕鐵單程票，上車前要喺入閘機拍卡，拍卡後2小時內要完成車程，落車就要喺出閘機拍卡。3至11歲小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可透過呢啲方法享用特惠車費。學生、60至64歲長者同殘疾人士冇帶合資格個人八達通就要支付成人車費啦。拍卡入閘後，只可以單一方向搭輕鐵到目的地嘅車站。想沿路折返，就要重新拍卡入閘。搭循環線作回程或重複同一車站，都要重新確認八達通或買多次車票。港鐵職員會隨時喺月台同輕鐵車廂檢查車票。如果冇有效車票，可被罰附加費或被檢控。記住以上攻略，正確使用車票，搭車更輕鬆。